大家好，我係 Carol。上一次咧同大家講到香港嘅樓市熱烘烘，幾日之後咧就出咗個好消息啦。粉錦公路豪宅嘅華帝咧，6906尺嘅獨立屋以9900萬作價成交。如果你想圓一個獨立屋夢，相信大家都會聯想到青山公路，亦都會聯想到海景。不過咧，今日我要話一個事實俾大家知，通常喺呢一區比較熱門同方便嘅地帶咧，係冇海景㗎。咁入屋之前呢，介紹下附近嘅環境配套，步行5分鐘就已經到達咗黃金海岸商場，提供到基本所需。超級市場啦、醫療同埋各式各樣特色嘅餐廳、戶外 cafe 同酒吧。咁平時收工返嚟或者放假想 chill 下，就唔使特登出市區塞車排隊啦。只要行到附近就可以一邊吹住海風一邊食 tea， 呢種黃鐘大靜嘅生活好有儀式感添。今日同你介紹位於青山公路青山灣段25號，就喺黃金海岸酒店隔離嘅蒙地卡羅。住獨立屋最緊要係咩呢？當然係可以車泊門口。而家就入到嚟大廳啦，咁大家會見到實用度非常之高，仲要間隔分明添。入到嚟廚房咧，你會見到非常之闊落其嚟，已經睇得出間屋係隨時可以拎篋入住啊！單位咧仲係同時放租放賣㗎。咁呢度確係冇無敵大海景，但有私隱度極高嘅森林感，同朋友喺度 BBQ， 俾小朋友或者寵物跑下，咁已經係黃鐘大靜嘅生活享受啦。工人套房改動過，由大廳出入，一方面唔會霸住廚房，主僕私隱度高，仲可以做埋客廁添。上面嗰層咧就係睡房區啦，咁我哋而家一齊上去睇下。上到嚟1樓咧，仲有個小平台，好有度假 feel 添。雖然睇唔到無敵大海景，咁但係其實咧，只要步行5分鐘就已經可以去到黃金泳灘。一片咁超嘅沙灘，不經意就已經喺你腳下啦。喺繁忙緊湊嘅香港生活，買一間獨立屋，其實唔一定係為咗向邊個證明啲乜嘢，而係好純粹咁樣為自己同屋企人建立一個真正可以放鬆嘅家。2044尺嘅獨立屋，除咗4間房之外咧，居然仲有個家庭廳喎，真係唔係一般新樓都可以俾到你㗎。咁分佈上咧，首先就洗手間啦，左邊有2間房間。而主人房咧就另一邊嘅，咁每一間房都可以3邊落床。雖然望嘅都係內園景或者樓景啦，但係採光度依然充足，環境夠晒超，完全好似去咗歐洲小鎮度假別墅一樣。大家睇到呢度應該都感受到佢嘅企理程度咧，真係可以拎篋入住。對於租務嚟講，呢個單位都係優質之選啦。入房之前，左邊係儲物室，右邊係主人套廁，連基本嘅設計都好有儀式感。當然啦，主人房嘅空間一定係最闊落啦。我哋而家就去附近睇下交通配套環境。
屋苑對出咧就係巴士站，有多條路線來往港九新界，其他更遠嘅地區揸車或者坐幾個站去到屯門公路轉車站，輕鬆去到全港各區啦。咁呢度大部分行車路線都係高速公路，唔會好似市區咁多紅綠燈啦、站站停啦，分分鐘比你想象中更快、更順暢添。如果想親身嚟感受下呢度嘅空間感，記得 WhatsApp 我聯絡睇樓啦。如果想了解青山公路更加多唔同類型嘅獨立屋，記得share我頻道啦。我哋下次見。